后日的月卖糖厂伫咧民代争取之下，大糖投入资金要来整修仓库，打造新的观光点。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投入了1100万元的整修，那最近我们又编了133万，还要继续去整修。未来我们希望它长长久久的话，能够结合在地的资源跟力量。有100年历史的月卖糖厂地方一直期待会当转型，业者会伫新的仓库做无共款的规划，目前嘛已经确定有厂商会进驻。那我们最主要还有一个亲子餐厅，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。那我们园区还有规划一个生态池，目前正在做内部的一个装修，那预计大概在6月底，以前可以来试营运。民代嘛表示，希望糖厂透过整修，或者唔那只是保存历史记忆的所在，更加会当成做北台中观光的景点，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